這個混賬小子，誰去把他抓來？启禀父王，孩儿我去。呸！父王，这小子大概吃了豹子胆，竟敢在太爷头上拉屎。俺去把他抓来，剁成肉酱。给他点厲害看看。这是诞生于1979年的《哪吒鬧海》。动畫全片採用傳統的手繪動畫工藝流程，製作共用了1年03個月，其中籌備期3個月，繪製拍攝10個月，後期工作2個月，一共畫了58000多張畫。它的膠片版放映時長約60分鐘，即3600秒。